熟悉的旋律响起，小朋友们开始蹲跳。星期五晚上中的5到16蹲，在台南市的小学之间刮起旋风，练了一整节，铁腿了。有啊，就是我痛1个礼拜。这项挑战由宝东国小所发起，截至目前在网络上已经有14.9万人次观看。再来有东区的大同国小、麻豆区大山国小、东山国小、新市国小，其中顶州国小发挥创意，结合芭蕾舞元素。新化国小更出动可爱的舞狮队，18班武艺样样进出。每个学校蹲，我们要蹲出我们的特色来啊！我们就是有舞狮，我们就舞狮，那些小可爱狮就在后面蹲。平时呢，孩子很忙于课业，可是真的很厉害，我只能够说他们活力满满。目的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可以起来动一动，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促进一下。教育局也加入挑战，由局长带队领跳。有人生龙活虎，有人3-5下就气喘吁吁，所幸全部达标完成任务。大伙儿还不忘举牌摆拍，场面逗趣。16蹲呢，在国内可以说是本土呢非常流行的一种健身那非常轻快愉快的这个运动。那我们台南市呢从学校开始发动。那我们呢，教育局呢也被点名。教育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更多有趣的活动，让健康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也将点名这单位来接招。我们的教育部，你敢接受挑战吗？记者杨淑怀台南报道。